大家好，今日係4月11號，標題係參考升力，捕捉咧恒指嘅底咧就冇難度啦。上個星期咧4月3號咧，我就用恒指反彈遇上20天平均線同埋下降軌阻力咧為標題去指出，呢個截至到4月2號收市嘅時候咧，即係長假期前，恒指咧嘅反彈仍然係受制於咧呢一條由28056呢個頂延伸落嚟嘅多點共線嘅下降軌。要破到咧，先至正式咧扭轉呢個跌勢，表示咧3月23號呢個24203咧就係短期嘅底部。結果喺長假期翻嚟之後咧，第一日咧已經咧係裂口大幅高開，最終咧係做好。今個禮拜得3個交易日咧，咁禮拜五咧去到禮拜五啊最高見過26073，但係收市咧就收翻低，出現咗一粒射擊之星。射擊之星咧係一個短線嘅見底形態嚟嘅。咁由於嚟到呢啲密集阻力，又收個射擊之星咧，咁短線咧似乎有調整壓力。呢個密集阻力係咩咧？就包括咗黑色呢條嘅100天平均線啦，綠色嘅呢條嘅50天平均線，同埋成浸跌幅28056至到24203，成浸跌幅嘅0.5嘅反彈阻力位26130。最高見過26073之後就回落翻啦，咁所以咧暫時都係受制於呢個阻力區嘅，要上破得到咧，向上先至有挑戰26500嘅0.618嘅反彈阻力位啦，甚至係0.764、27001嘅水平，而0.382嘅反彈阻力25675咧就已經由阻力咧轉化為支持，你可以見到啦，禮拜三翻嚟嘅時候。裂口高開啊嘛，但係曾經最低調整過25660幾咧，就已經企翻穩。第二日咧，亦都係最低見過25650幾咧，又企翻穩。連續兩日嘅收市價咧都守得住喺呢個支持嗰度，所以之後咧就挑戰咗呢一個0.5嘅反彈阻力位。不過暫時咧挑戰失敗啦，回落翻咁，所以咧短線咧有可能咧就喺度好大咁增持整固。較大嘅支持咧就係呢一個上升嘅裂口，介乎25254至到25668之間，而下降軌嘅後抽支持位咧，下個禮拜初大概喺25300附近嚇，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啲嘅支持位。咁我哋講翻今日標題咧，參考升力，捕捉恒指嘅底部咧冇難度。點解咁講咧？咩叫升力咧？嗱，呢個係2026年嘅1月嘅升力，你見到咧有啲紅星日，有啲綠星日。我咧就根據咧每個月嘅一啲嘅星象周期，同埋某啲星象周期嘅一啲特定嘅轉向嘅效應咧，咁我制定咗一啲嘅綠星日啦，有啲嘅紅星日。簡單啲嚟講咧，紅星日咧係代表市場咧有機會喺嗰日或者正負3個交易日嘅範圍裏邊咧，形成一啲重要嘅轉捩點、重要嘅頂或者重要嘅底。而綠星日咧就係啲短期嘅轉向。就好似呢啲短期嘅轉向咁樣，就有機會係綠星日啦。而大頂咧，大底嗰啲咧就有機會係紅星日嚟嘅。好似呢個例子咁，恒指實際上就喺1月29號嘅28056見頂啊嘛。咁實際上咧就同1月26號嘅紅星日咧，只係相差1、2、3，啱啱好啦，係3個交易日。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叫紅星日嘅頂部啦。咁之後咧就一路跌到落嚟啦。喺2026年2月11號2月11號嘅一個講座，個講座叫做2026年上半年市場展望講座，我就同阿黃 Sir 咧一齊講呢個講座嘅。咁我喺展望恒指嘅走勢嘅時候就提到啦，2月中至4月初咧係一個恒指易跌難升嘅時間嚟嘅。當時係2月中嚟噶嘛，但係根據咧太陽周期同埋一啲其他嘅理論咧，2月中至4月初咧，恒指係傾向下跌嘅。咁所以咧，當時我都呼籲咧，叫佢哋等到咧3月中下旬咧，先至開始咧睺住一啲嘅低位咧出手。結果大家都知啦，由2月10號開始已經咧。
一路只有下跌，下跌咧累計咧下跌超過3100點啦，跌到去最低3月23號嘅24023。咁當時咧我指出喺第一季裏邊咧有較大機會出現見底嘅時機係幾時啊？第一個咧就係騰訊同埋恒指嘅平均50日嘅循環低位周期咧，理論上喺3月中嗰度咧附近係見底。第二就係水星人周期咧會喺3月21號結束，就同呢個循環周期見底嘅時機咧係接近。另外咧就係太陽周期咧通常喺3月尾4月初見底嘅。仲有一個好重要因素咧，就係3月29號咧就係紅星日啊！大家記住呢個日子，3月29號啦。同埋最後嘅時候咧，我就俾咗個兩個口訣咧，俾大家總結翻恒指上半年嘅展望，就係人若春分後，咁春分咧就係3月20號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靜待乜乜來嚇。當時啊當然係有一個字嘅，不過而家梗係要賣個關子嚇，因為要保障翻當時參加者嘅利益咧嚇。如果想知道呢兩個字係咩嚟嘅咧，咁大家只要成為恒指路線圖嘅訂戶就會知㗎啦。咁除咗有今個月、下個月升力之外，亦都有升力顯示嘅中期同埋短期嘅路線圖。呢個咧就係訂閱嘅價錢同埋期數啦，訂得越多嘅期數啦，平均價咧就越低。有興趣啦，俾個電郵我啦，榮輝217@gmail.com，提供翻個人嘅全名同埋可以 WhatsApp 嘅電話號碼俾我，咁我會用9124字頭嘅電話咧 WhatsApp 回覆翻你點樣去訂噶啦。即使唔訂都好，都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哋頻道啦，CLS 我啦。咁結果喺講座之後，恒指嘅走勢係點啊？實際上最低見過3月23號嘅24203，係春分嘅一兩個交易日之後嘅啫。亦都喺水星逆行結束啦，即是水星順行日啦，咁就係3月21號係禮拜六嚟嘅。佢緊接嘅交易日咧就係3月23號啦，即係喺24203見底嗰日。另外紅星日咧係3月29號，都係禮拜日嚟嘅。緊接嘅交易日咧就係3月30號。恒指當日咧係形成咗個次一級嘅底部24409，冇跌穿翻3月23號底部，跟住就見底回穩。但係與此同時咧，恒生科技指數就喺3月30號創咗近期嘅新低4619之後咧，先顯著反彈。3月30號啱啱好就係紅星日啦。事實上，美股道指同納指咧都係喺3月30號見底噶，只係恒指咧喺3月23號見底嘅啫。另外，就算一啲大股咧，都係喺3月30號見底嘅。好似左邊呢個嘅騰訊啦，700啦，就係3月30號嘅476蚊見底，跟住咧彈到去4月9號最高514蚊，都升咗唔少啦。而4月9號咧係我星曆上嘅六星日，呢一日咧就係水星咧離開呢個逆行區域嘅。而港交所亦都喺3月30號見底啦，379蚊，最高升到上去咧4月8號嘅414.40。想了解咩叫做水星進出逆行區域咧，只要成為咧恒指路線圖嘅訂戶啦，就會知噶啦。因為咧，我會俾翻你一份專題報告俾大家參考。第二個方法喺呢度啦，大家可以停一停睇一睇。最後想提提大家，由黃 Sir 主講嘅呢一個課程《港股神奇數字》同埋黃金比率課程咧，將會喺4月27號開課。大家要記住啦，喺嚟緊嘅禮拜五4月17號咧，早鳥優惠就會結束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好去報名啦，或者最遲喺4月17號嗰日咧要報名，咁咧就可以享有早鳥優惠價7000蚊。否則咧之後再報咧就要原價噶啦，10000蚊，爭成3000蚊噶。咁近期恒指嘅走勢就同黃金比率有關係啦，穿破咗0.382呢個阻力位之後咧。0.382呢個阻力咧就轉化為支持咧，跟住咧就促使恒指咧進一步挑戰0.5嘅阻力位，但係咧暫時係受制啦，咁所以咧就可能會出現整固。唔想知道更加多有關呢個課程嘅資料咧，就大家可以睇翻咧喺描述欄啊或者資訊欄嗰度一啲嘅資料嚇，唔喺呢度多講啦。
咁今日講係咁多，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市況啦，拜拜。